有一点害怕，可能自己在家里多做一点，就比较不会买外面的。食安问题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毕竟吃是一个要很讲究的一个问题。那我想手边当中，大概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干香菇，或者是干的小鱼干，甚至有一些柴鱼片等等。那利用这些原物料的食材，其实就可以去做干燥，然后成磨粉。那这些就可以代替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化学添加物品。那自然相对的，你的食安问题就会尽量的去减低它的风险。那辣椒的话，其实也是，我想辣油毕竟是从生辣椒去提炼出来，那我们自己炼其实也更安心、更安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段时间，大家苏丹红所带来的食安疑虑啊，其实我们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在源头管理，所有进口的这个调味剂的原料都必须要严格审查，而且获得了相关第三方公证单位或是政府单位的一个安全认证。这第二个，对于通路商跟这个末端的餐饮业者以及这个大卖场，我们也要求他们要自主食安管理，所以他们可以要张贴不含苏丹红的这个食安标章。卫生单位跟市府也会不定期的密集的去加以检验。第3个部分，我们也鼓励在学校的营养午餐厨房以及所有业者可以自行使用天然的这个调味料的原料来自己制作辣椒酱或制作这个天然的酱，所以用这样的3管齐下来，希望民众解除民众的一个食安疑虑。因为眼见为凭，自己做的自己一定放心。那不是每个人都是食安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作为美食大厨，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能够把这个食安放在心上。食安从自己做开始，从食安认证开始。另外是估计欢收看4月10日中加台南电影新闻。天主教台南教区为了响应台南400，特别举办福团400大型弥撒庆典，同时也有精彩表演甲园游会，并轻松活泼的方式，互外界认识天主教信仰。天主教台南教区受市府民政局邀请，伫安平游艇酒店举办福团400活动，将原本拢伫教会内面举办的弥撒刷来外口，嘛互外界会当对着天主教更加了解。非常的难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南已经400年了，让一般市民朋友了解了天主教它优质化的宗教活动一个的性质啊。越多人走向这一条福的路，相信这股正能量会影响整个台南市。伫即天有来自国内外各地知名主教，以是全是伊的意念，共同替250多位领袖者做天主教的入门圣事。天主教的3大入门圣事就是监正、圣洗、初领圣体之外，主教还特别自掏腰包包了游艇，要让我们教友去搭乘游艇来欣赏安平港的美丽。不光只是府城，但是周边的我们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得到天主教的这个博爱的精神。伫户外嘛安排表演和园游会，用多元的方式办理，让民众会当接近天主教，天主教嘛会当行入社区传送佳音。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位伫关闭的三色宫时常起大批鸟仔来做收休困，赶拢赶袂走，也留下济鸟仔屎，互清洁人员相当的头痛。有信众来庙来参拜，却看到赶鸟仔网仔有一大堆鸟仔尸体，惊甲上网发文。对此庙方嘛相当无奈，讲会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来赶鸟仔。
宫庙除了有真声，还佫有阵阵的鸟仔声。来到台南关庙的三西宫，一掠头，四界拢有鸟仔扛你拍着好。我看到好多，真的好多啦，敢若才有尔，我行者唔捌管钱呢。有一站有较少啊，毋过你迄少是一站尔，伊的汤团足紧的啊。算算咧，才有粉鸟出甲鸟仔顶100只鸟类，伫遮歇困做寿西卵，鸟仔屎规涂骹拢是。庙方表示，进前遮的鸟仔原本伫边仔大楼，即马用网仔围起来了后，全拢飞过来，互因非常困扰。民众为伫遐拜拜来到下头，伫遐点票啊，就系要吵了啊，头壳顶着滴着粉鸟屎啊。因为迄鸟屎用伊会叮，啊叮完就拢爱搁用迄一寡清洁剂吼，啊搁用水爱甲泡软了后，阮才有法度人入。透早扫了下晡路，鸟仔屎安怎清拢清袂了，清洁人员真头疼。庙方嘛这次封鸟网来赶，煞造成鸟仔卡吊的飞袂出去，死伫咧顶面，尸体动动害，时不时还佫有臭味。就有信众参拜了后惊到，特别伫面册反映。有感谢动保处还是讲市政府遐，较早伊嘛有来看过，伊嘛毋知影要用什么方式啦。主委实在是无奈，讲会先甲网仔拔掉，目前有伫门口挂着主人，防止鸟仔飞入去，也毋过效果有限。了后会阁继续讨论，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再来是来出发采访报道。目前托育中心甲幼儿园并无规定爱设立 AED， 但是为了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幼儿园带厘清看线，担起学前联合协会召集这些爱心团体共同出钱，先捐赠11台 AED， 了将持续捐赠来设立担起公私立的托育机构。副校局伫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捐赠仪式，由担起学前联合协会召集这些爱心团体甲公司行号做伙出钱，捐赠11台 AED， 予担起公共托育机构，由市长吴伟霆代表接收并回敬感谢状。在公部门的这个场合设置民间的部门我们也鼓励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场合来设置，这样子。甚至在车站，还在一些地方，那这个部分都会有这个 AED 的设置。那另外呢，但是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区块，还有托婴中心的这个区块也是需要的。那也是希望我们让我们的教保员以及老师能够熟悉这 AED 设备的操作。我们也会请消防局还有卫生局的部分来这个做一个教师的教导。这样子大家会使用，那这样子这个机器就能有帮助，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知道托婴中心跟幼儿园目前都还没有做法定的需要安装，所以这时候我们也透过我们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了我们新华狮子会来做这个捐赠，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狮子会能够邀请各个企业一起来共襄盛举。不要用到是最好，但是如果需要的时候，大家至少你在很多公共场所你看得到，但是你未必会使用。对，那所以说我们借由我们这些社会公益团体的力量，那来把它推广出去，把它普及化。校局指出，为了增加公共托育的数量，预计伫113年到115年将持续建立10处公设民营托婴中心。后续卖评估，敢是要每下资源超前部署增设 AED， 是为担起公共托育服务的特色，嘛互受托婴幼儿加一定的安全保障。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高雄市区有一寡人行道不止下，甚至顶面有路灯，已经影响到通行安全。以三明区的顶用街为例，地当看到人行道中央也有路灯。原本设立是要让学生下课当通行安全，不过现在一边去社会主体大车出入入，有地方对人行道的设立提出检讨。
沿着路边的绿色标线型人行道行走，却很难走得舒适。特别是推着推车的民众，不但道路不够平坦，得要注意脚下的路况，还要不断闪避卡在人行道上的路灯。这里就是三民区顶永街的人行道，简直比机车考照还要困难。设定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是考量到那个水桶上下水的那个安全啊，因为那时候都停满了汽车啊，水桶都要绕过汽车，来要求来那个交通局。来设置而且交通局来设置，可能那也没有，那个设置就是以现况去设置这个人行道，路灯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原本划设的人行道还算勉强堪用，如今旁边又盖起了社会住宅，常有大型车辆进出。人行道的划设现在反而变得毫无用途，只能等到盖完再重新设计。后来就是那个社会住宅，在新建所以可能就是要整体田体上可能就是要配合社会住宅弄好，然后是他们会局部的调整。只是这样的人行道，其实在高雄随处可见，常常因为路灯的影响，人行道上出现障碍物，有时还会出现扭曲的人行道，里面是必须跨越人行道的停车场，相当奇特。不过面对许多原本就没有划设人行道的区域，尽管绿色标线型人行道划设得很勉强，但还是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路边常有的违规停车，现在没有一个人敢直接停在标线型人行道上。当初还没画之前，就是停满的那路板就是停满的汽车，画了之后，其实车子走了，水桶走路也更安全了。有路灯，还有凹凸不平的水沟，这样的标线型人行道实在不符规格。不过在有限的预算下，也只能暂时划设，期待后续再进行整体规划改善，给行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记者钟王佩、庄淑婷高雄报道。为了让民众有机会认识日本传统旅行的长水馆等相关的故事，海科馆展开一场探索文化活动，除了播送得奖的影片以外，也要请同年级的学者来分享相关的研究，希望有近甲民众之间的距离。来自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博士藤川美代子，打破大众对日本、韩国才有的海女印象，特别研究台湾，在早知道活动中分享台日韩海女与海藻相关的研究。我今天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做过的台湾东北角海女生活与海藻文化的部分。所以呢，今天呢，同样是海女的蓝妈妈指出，更加认识不同种类的海藻。很感谢海科馆举办这个藻类。其实我也是8朵子的海女。那你现在看这个藻类这么多种，它的功用，像我做石存，石花洞变了很多很多样的冰品，所以今天我来认识的更多。很感谢举办这个，就是串联东北角的海洋相关议题。海科馆特别举办早知道系列活动，更欢迎大家来走走，感受海洋的魅力。海科馆所在的8斗子这个区块，有关的海女的文化，能够跟贡寮那边的一样是海洋文化这种议题，能够在这边得到交换。现在3月海科馆旁边的潮境海湾，就会看到很漂亮的绿色的藻开始慢慢繁衍出来，很希望各位观众有空就到海边走走。好发在东春2季的海藻种类众多，海科馆教育中心还特别结合星座，带大家用不同的面向认识藻类。藻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跟我们大家息息相关。那其实，在某些藻的生物的特性上面，它其实也跟人的本质上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当时候我们在设计这样的一个藻卡跟12星座的结合的同时，我们就试着去取用了不同的藻的生物特性跟人的星座的上面的特性去做一些结合。那比如说我现在拿到的松藻，松藻其实它是一个像海绵一样组织的那个结构的藻，然后直挺挺的站在这个海水里面这样子立起来。然后为什么说它会像是一个摩羯座的特性呢？因为摩羯座就是很固执、很顽固的一个星座，所以你要去把这个藻给拆解，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特性，所以把摩羯座跟松藻合并在一起。那其他的
某些藻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蕨藻，我们选了2个，就是因为蕨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外形，它就像双子这样的一个星座，它们有不同的个人的特质，所以有时候会不表现出来，所以这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这样的结合。那其他藻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况，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游客之间产生一个互动，让游客会更清楚认识这些藻的存在，然后也喜欢它们。就是要更接近大众，海科馆还特别邀请荣获2016美国金勋奖章的导演吴慧君带来《亲亲海洋》的影片赏析。全台湾的一个海女的一个装扮当然有所不一样。那我们的东北角的海女主要是用这个自己做的一个伸缩布的一个头罩，还有就是人工做的一个蛙镜，那也有所谓的金衣。那另外他们的一个采捕的这个网子也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是原先的渔网，然后另外特制弄一个用一般的电线把它整个缠绕起来，紫花菜就会直接从下面卸下来这样子。那也希望说政府可以重视到说我们海女这一块，因为台湾目前还没有申请台湾自己本身的无形文化资产，那我们希望说能借由这一次的机会，也感谢我们那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一个协助。透过导演吴慧君女士的视角，了解东北角的人文聚落、滨海学校的海洋教育、在地的环境及产业，让对海洋文化和海藻有兴趣的民众收获满满。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办理手作活动，吸引真侪女性前往参加，因伫现场制作象征女性力量无限的装饰品，嘛代表客家女性勤俭勇敢的美德。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办理的女力无限大缠花手链工作坊，吸引了许多女性朋友们来到三峡客家文化园区参与课程。当天由专业的老师带领民众手做无限符号的造型饰品，透过添加其他装饰材料，来让作品整体能够有更高档的造型。园方表示，本次手作活动配合38妇女节，推广客家传统缠花工艺。是女力无限大，它要有一个无限制的符号。那为了增加除了缠花的功能之外，我们增加了半宝石上去，施华洛世奇啊，还有日本金珠，让就是女生的那个珠宝感啊，还有那个层次感增加。它是用纸片啊，还有我们的钢丝线，还有这次用了棉线跟半珠宝去形成，然后希望可以让它的整个价值感可以提升。其实今年这一次规划这样的活动，是为了呼应新北市在38妇女节有推广，希望可以从女力再现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在客家女性的推广上面，我们开设缠花课程，从开园94年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我们呢，也是这一群刚好今天来开课的老师，也是我们培育的种子教师。所以我们透过女性的培力、工艺的传承，然后呢，今天也设计了这样的活动。那其实刚刚呢，也有非常多的作品设计一个无限大的概念。现在是一个无限的，然后把它用缠花工艺来展现，也是像这种女力无限大。当日前来参与的民众表示，得知活动资讯后就来报名参加。本次制作的手链不仅美观，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也非常实用。透过学习相关的缠花工艺，觉得非常有趣。比起购买市售的手链，具有更多的纪念意义。我觉得太棒了，因为他今天做的是手链嘛，刚好是我们女士朋友们是最爱的一种饰品啊。除了就是说平常戴在自己手上，又是自己做的，戴着会感觉比外面的什么那些名牌感觉就会更爱它，然后更对自己更有自信，然后给自己一点小小犒赏，还不错。今天因为就是主要这次刚好碰到38妇女节嘛，所以刚好呢，我们的老师非常有心哦，他就做了一个8字形的那种缠绕法，就有一个8，对，就是说加上女人最爱的那个珠啊之类的上去，真的有那个38妇女节的特别的意义，还有那珠最适合我们一些女士朋友，代表我们这个高贵，还不错。因为俺下加请求了啊，我是真的道地的台北人啊，对客家的文物我都很有兴趣。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老师都很用心，拢没看播，台湾话讲听得懂了哈。啊，拢没看播，所以越学越有兴趣。像我们刚才老师讲的什么贡花啦，什么那个我们都有弄过。
本次客家手作活动也反映了客家妇女勤俭持家的美德，在传统客家族群的神明供桌上需要摆放鲜花，但由于真正的花朵保存期不长，更换频率高，透过手作残花能够长期摆饰，也能够留给后代作为传家宝。女性朋友给大家的印象当中呢，就是勤俭持家哦。就像今天这个残花呢，一般在我印象中，就是说我们客家的残花最重要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的供桌上面会插一些鲜花，可是那些鲜花对我们来讲的话，那是几天就要换掉了。那也是除了自己旁边种的一些花花草草，你如果要去买，也是一笔金钱。所以呢，客家妇女就会利用闲暇之余，都是农忙事后家事做好的时候，拿个丝线缠了一些很漂亮的花朵，就是放在供桌上面。它那个是永不凋谢之花，也是代表我们客家勤俭的一个小表现。客家妇女哦，其实就像老师之前讲的，那个客家妇女是真的很勤俭呐，很持家。为什么鲜花舍不得插？鲜花贵啊！我弄一个供花，我可以，说不定我还可以当成传家宝，就是这样一直传下去，一直拜下去这样子啊。那我们每一年的金炉就是金花，我们每一年也会换那个花色，所以我觉得，客家妇女有客家勤俭的那个美德啦。本次38妇女节手作活动，利用客家传统工艺打造女力无限造型的精美手链，蕴含了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潮，也发扬了传统客家女性勤俭持家、刻苦耐劳的美德。记者余根基新北采访报道。独立册店伫下鼓山推广越塔多年，最近举办了小型艺文的展览，不止回忆因8年来行过点点滴滴，嘛展出在地独立册刊，呈现册店对鼓山的情感，欢迎民众来册店行行踅踅。你对书店的想象是什么呢？隐身在龟山后街的独立书店新兴巷弄书屋近日举办小型艺文展，透过简单的图文来介绍书店，并回顾老板夫妻2人自2016年开店以来的心路历程。不仅每年向政府申请计划从事艺文活动，也固定举办每月读书会以及周3绘本说故事活动，在下龟山聚落推广阅读，希望能让更多人成为阅读新星。在社区呢，就成立这一家书店，其实不是只有卖书，因为书虽然是我们的精神所在，但是呢，我们期待在社区里呢，还可以更多艺文可以借由这个书店，然后引进每一个月读书会之外呢，还有每一个礼拜3都有说故事活动。然后我们跟吴菊芬老师合作，就是他礼拜3会选读绘本，然后来这边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这样。然后除了这个固定的活动之外呢，我还会举办一些讲座，邀请作家过来，然后认识书店，把朋友们或者是喜欢书店的朋友也一起推广分享这样子。我希望呢，除了阅读新兴巷弄书之外呢，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位阅读新星。新兴巷弄书负责人杨云芳也从自己喜欢的诗集《飘鸟集》中揭露出一句话来表达书店营运的核心理念，希望书店能成为旅人们躲避社会纷扰的阅读之道。也因为如此，尽管书店搬过2次家，却也因此认识了许多龟山的在地伙伴，甚至店内也特别规划一区展出桃园和龟山在地的独立刊物，成为他们营运书店的一大收获。这个我渴望着歌的岛致意在这喧哗的波涛起伏的海中，这是泰戈尔的一首诗，然后是《缥缈集》里面的一首诗，是我非常喜欢，而且呢，我把它当作是开书店的核心精神这样子。可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抽出一点空来，然后我们等待他们，接纳他们这样子，所以有很大的收获是，原本呢，我期待书店呢，可以在社区让大家看见。那我觉得也很幸运的，就是努力的这8年呢，也很多龟山的，就是同伴伙伴们，或者是喜欢书的朋友们，会从龟山来到书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展览从即日起到3月30号星期六，现场还有摆出负责人受几本巴娜娜想想下北泽所启发，而这在与人合写的诗集与散文诗阅本，以在龟山生活的所见所闻为内容，呈现书店扎根龟山的深厚情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来走走逛逛。记者吕婷他们报道。感谢收看4月10日中午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